上帝是灵，敬拜伊人的确爱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伊。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咱这时要来吟圣诗阿罗上帝，圣诗57首，愿大家阿罗上帝。请咱起立来吟。 请坐，让咱同心来学罗上帝来祈祷。全能慈悲疼痛的阿爸爸上帝，你是阮生命、智慧甲快乐的源头，也是阮世世代代患难中及时的帮衬。我要学罗你的性命，因为你是真理、道路甲活命。 你是阮的救主，阮的倚靠。你创造天地万物，去赏赐阮丰盛的生命。你的圣神保惠师时常保护照顾阮。我们感谢你，赏赐圣子基督耶稣，用十字架顶的宝血洗清阮的罪，赦免阮所犯一切罪过，救赎阮脱离罪恶的管辖。 利用仁爱甲慈悲做阮的冕旒，用稳定甲和平做阮的心愿。这是阮谦卑来到你的宝座前，要敬拜你、亲近你，领受你的教示。主啊，阮的心切切羡慕你的义，阮的目睭要仰望你的慈爱，恳求你的圣灵、你的听。 这是浸润阮每一个人的心，互阮重新得到快乐。阮要反省每日所行、所讲、所做，有违背上帝的教示啊无？阮有关怀年老病痛、孤单送乡艰苦的人啊无？阮有热心参与造就宣教的时间啊无？当阮拄着困难的时，
请你应允，阮有充满来对圣灵的信心甲疼，有忍耐甲顺服，无放弃，无挂虑，专心仰望，倚靠你，相信你的恩典一定有够万用。我们甲今仔日的敬拜、祈祷以及蔡牧师讲道的信息，诚做芳芳的祭献予你，交托伫你的手中。愿讲的甲听的，拢得到你满满的祝福。本来祈祷无完全，我要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愿你谢谢，愿你的名是，你的道领导，你的旨意行，你的意志之天，愿你是天的伙伴，下边阮的服务，求主阮下边服务阮的人，我你朝阮一起，有了阮的礼拜，因我感念你的东西手，到台的心，阿门。这时，咱要来交托启应文，启应文25篇，诗篇121篇，是圣诗后壁39页。我要举目望山，我的帮助是对耶和华来。伊无互你的脚摇掣。保守你的是耶和华，彼时太阳无伤你，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灾害。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咱过来吟圣诗来学罗上帝，圣诗21首美，上帝真正是我上帝，请起立。
有缘徛咧，咱要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坐。要请献歌队来学乐，救主，我爱求你。
感谢圣歌队用遐水的诗歌引带咱来敬拜。这时咱要来攻读上帝的话，有两个所在。头一个圣经节是自民数记14章24节，自现代译本第172页，民数记14章24节。但是我的老婆加勒甲因无共，伊一直对我忠心，因为安尼，我要带伊到伊行过迄块地，伊的后代要得到迄块地做产业。第二个圣经节是约书亚记14章，约书亚记14章第6节到15节。有一天，有一寡犹太支派的人到吉甲去见约书亚，其中一个人叫加勒，是基尼水的人，也婚尼的囝。伊对约书亚讲：伫加迪斯巴尼亚的时，上主的奴仆摩西有讲甲你甲我的事，这你是知的。我40岁的时阵，上主的奴仆摩西差派我到加迪斯巴尼亚来侦察这个土地。我照实甲所看的向伊报告，但是甲我去的人的报告，互百姓惊赢。我全心顺服上主我的上帝。迄天，摩西捌答应我，将来我甲我的子孙一定会得到这块地，就是我脚行过的土地，做我的产业。因为我全心顺服上主我的上帝。即马请看，为上主对摩西讲遐话到即马，已经过了45年。迄时，以色列人伫旷野流浪，上主照伊的应允保守我活到即马。看我已经85岁，今日我犹原健壮，亲像当年摩西派我出去的时一样。我犹原勇壮，会当征战，还是做其他的事。这时，请你甲上主应允，互我的地区，互我吧。就是我甲同伴转来报告迄天，上主所应允的。迄时，阮向你报告，迄个所在有阿那族权大的人住伫权大的城墙内面。若是上主会甲我同在，我就会当甲因赶出去，亲像上主所应允的。第30节，约书亚祝福亚弗尼的囝加勒，甲西伯伦的城，互伊做伊的产业。西伯伦到即马犹原属于基尼水人亚弗尼的囝加勒的后代，因为伊全心顺服上主以色列的上帝。伫这以前，西伯伦叫做阿巴城。对迄时开始，这个所在就太平无战争。圣经以上，下面咱要请蔡牧师来传播上帝的信息。今仔日伊要讲到的题目是加勒另外一种的心志，请大家恭敬来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总会所定的上年纪念主日，牧师诚心期待咱在座的老大人，拢会当得到上帝的祝福。人活了长岁数是真大的祝福，但是爱活了有意义，活了荣耀主，更加是美好的祝福。愿上帝亲自赐恩予大家。咱今日先将咱分享的这木星系列的主题，先放伫一边吼。咱顶回是讲到伤心的第一讲，咱后礼拜继续讲。
但是咱今仔先来看圣经中间的一个人物，叫做加勒。伫领受上帝话之前，咱当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恳求你，甲阮三合伫地，想使互阮有安静、单一、专心来仰望你的话的心。恳求主，你互阮透过你的话，搁一遍来得到透放，互你的话亲身成做阮生命的帮衬，互阮会当荣光你，会当祝福人。我来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今仔是上年的纪念主日，咱来先来思考一个问题：到底年老到底好无？一般的人拢真爱长岁守着无？但是却无爱变老。所以这是真矛盾啊！一方面爱长岁守，但是我阁无要变老。其实咱真讨厌人讲咱老对无？有一天阮牧师娘去菜市仔转来，看起来无啥欢喜。我就问讲到底发生啥物代志？伊讲伊去买物件有一个咧卖物件，看起来年纪甲伊差不多，叫伊阿姨。所以讲实在是较安尼真袂晓讲话所以咱若看到无论年纪只要比你较大，你拢叫伊姐姐就会使啊其实我嘛是相共啦若咧看电视的时阵常常听到迄个电视媒体咧报道讲，有一位年过半百的老翁半百就是50岁我想讲50岁还个少年的叫50岁的老翁所以听起来真毋是滋味啦所以其实人拢无爱讲你老因为老有真侪歹处人老因为咱身体机能的老化，抵抗力较衰弱，动作比较较慢，所以造成咱一寡生活上的不便有人讲免判断一个人老咱台湾的民间有人安尼讲讲永远无代志，坐咧就哈去倒咧困袂去，来礼拜听讲道就困去见讲过去。讲了随袂去这就是老的象征啦确实是安尼啦。咱身体的老化，也是讲智能的退化，有时就感觉讲甲过去确实无啥相共比如讲过去我若一个讲道片来注意来看2-3遍了，就拢差不多记会牢讲道无一定爱看讲道片，但是即摆毋是安尼，即摆若无写完整的讲道片有时讲走抓去都毋知讲袂转来所以互人感觉讲老确实是无啥好势有时阵像我第一顿的礼拜今日就闹了一个笑话尾仔的时阵我来补充报告应该讲我补充报告了无代志，补充报告了就交互书会人我想着等下要主持中执会我就若阵我咧主持中执会，我就讲若无代志咱交互书会，好再讲书会，无讲书记啦所以确实有小可有老烦颠啦互人感觉讲若年纪老确实咱的机能退化感觉老毋是一件好代志但是咱若对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特别是对圣经的角度来看，年老确实是真有价值咱最近咧读的每一天的每日读经是读着约伯记约伯记的12章的12节讲，年老有智慧，寿高有财物就讲意思是讲年老的人有智慧，这是旧约时代所讲的话已经几啊千冬但是咱今仔日看依然有适用因为年长的人伊会当累积真侪生命的经验，所以比少年人较有智慧年长的人较晓思考，袂亲像少年人遐尼冲动所以咱俗语嘛有安尼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意思是讲老大人是伫家庭中间是一个宝贝是一个资产，因为老大人会当用伊的经验来指导少年人，因为厝内底也是讲咱教会内面有老大人甲咱做伙，所以少年人都有机会学习
性命的智慧，特别是犹太人的老大人，因知影家己有一个责任，就是做因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所以伫犹太社会中间，对老大人是非常非常尊重，因为因时常用真细腻的态度、真谨慎的态度，将智慧、将文化、将经验传予后代。相反，少年人也知影老大人的价值，所以因会真用心去听老大人的教示，尽力去学习犹太人的传统文化。所以，这犹太的老大人拢知影家己的职责，所以因知影家己有这个背负有传承信仰的责任。所以，咱看起个诗篇71篇的18节，这是一个老大人的祈祷。伊讲：现在我年老，头毛白，上帝啊，求你毋通弃杀我，佮互我有精神，因为我要向后代宣扬你的权力甲大权能的时阵，求你甲我三甲地地。所以也因为安尼咱就爱理解，伫犹太文化中间因认为白头毛是一个荣耀的冠冕。所以老大人拢知影，我爱一生持守行伫公义的道路顶面。当我头毛白的时阵，这就是我荣耀的象征啦。所以箴言20章的29節的後半段嘛，講白頭毛是老大人的尊嚴嘛。所以對猶太人來看，唔通學白染頭毛啊！白頭毛這是一個尊貴榮耀的象徵。但是咱來理解，就是老是上帝一種祝福，是一個記號，是一種智慧甲尊嚴的象徵。但是其中上較重要就是迄個心智啊！咱年紀漸漸長大咱心智袂當衰退。反倒等心智都愛日日更新，親像少年時陣同款。因為心智這件代志是佇少年時陣就開始養成。特別咱遮，若你自認你是少年的有一句話猶太人的俗語，伊講老大人知影家己無法度氣惱翻騰但是少年人卻袂記即家己變老啦。所以，咱爱去将即句话记伫咱的心肝有一天咱拢会变老。所以，你对今仔开始爱下落一个真重要的决定，就是我虽然我肉体会变老，但是我心智绝对无要变老，因为心智会当翻译做灵，还是讲会当翻译做精神，这件代志对咱的人生的影响太重要。所以，咱今仔要透过所读的经文来看一个，虽然年长。但是犹原心智真坚强的圣徒，伊的生命确实值得咱学习。这人就是加勒。圣经中间安尼讲，咱拄则所读的第一段圣经是：独独我的奴仆加勒，因为伊另外有一个心智，这心智会当翻译做精神，会当翻译做灵伊的心智、伊的灵、伊的精神，甲别人无相款，所以我就要将因领入伊所去过迄个所在，伊的后裔也要得到迄块土地做产业。这段经文的背景是出自《民数记》的13章到14章咱有圣经咱摕出来看《民数记》的13章到14章，就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了，因来到曠野，当因决定开始要准备进入迦南地进前，摩西就对每一个支派中间，找一个领袖，爱因达生入去迦南地，遐看上帝要赏赐因迄个地的状况到底是安怎？所以伊就对12个支派中间选12个人，这12个人拢是首领，爱因入去迦南地去探查。其中12个支派中间有2个人，这2个人就是约书亚甲加勒。因入去了，因看到讲，哇，迄块地实在是上帝应允老年甲美的迦南美地。因为因发现即块地迄作物生产的作物拢是非常丰盛啦因讲因看到一张葡萄栽然后
一拍坡道吼，大到即个两个人牙较会动吼，较会行吼。所以因感觉讲哇，这物产真丰富，这确实是上帝要赏赐真水的土地。加勒甲即个约书亚因看到遮，但是另外其他10个人吼，因看到就是负面的消息啦吼，看到负面的状况。哦，因看到迄个所在，毋干那物产真济哦，迄个人吼，拢身体真悬大、真臃肿，而且因所起的城是非常坚固。因心肝就想讲，啊，阮这吼对埃及做奴才打出来的人，较有可能拍赢因呢。所以这10个人吼，就报负面的消息，互正人知，结果引起百姓有真侪情绪性的反应。因对这百姓讲，你毋知遐人偌悬大，因是迄大汉人会好的。啊，咱伫伊面前看起来，咱亲像草蜢仔共款，用落去就死。所以这百姓就真激动啊，一直埋怨上帝，甲埋怨摩西，讲为什么要将因对埃及带来这个所在？所以不如回去埃及。所以因就打算搁另外立一个领袖，带因回去埃及。结果这件代志吼，引起上帝大大的生气，想要召灭因啊。但是摩西就替这领袖吼，实在是一个真好的领袖，真伟大的领袖。伊就替以色列人祈祷，上帝就对摩西讲：这群人我会赦免因，但是因无一个人会当入去我所应允的土地。独独一个人就是迦勒。啊，当然又个包含约书亚，伊会当入去迄个地，因为迦勒甲即群人无共款，伊有另外一个心志。虽然派入去探查的12个人，因拢看见到相款的物件，但是迦勒因为有另外一个心志，甲因无相款，所以伊传扬上帝应允的话。咱看到全部以色列人。伫即个出埃及的过程中间，看见上帝行真侪神力，看见上帝的荣耀，但是因犹原无相信上帝，无顺探上帝。但是迦勒无共款，伊一世人专一军队上帝。咱拄则所读的第2段经文，就是约书亚书的14章，内底有3遍提起着伊一世人专心军队耶和华上帝，所以伊的心志甲其他人无共款。咱就来看迦勒的心志到底有啥物款的无共款。第一项，迦勒伊的眼光无共款，伊有信心的眼光，所以伊会当看见上帝应允，伊将这应允记牢伫伊心中，就是上帝答应伊的话，伊就记伫伊的心中。因为眼光的无共款，所以迦勒看到的，甲这人做的判断就无共款。10个人讲，哦，遐百姓真悬大，咱无可能去拍赢因，因为伊比咱较强壮。但是迦勒讲，咱马上去得到迄个地，因为咱一定会当得胜。为什么迦勒遮尔有把握？因为伊清楚知影，这块土地是上帝应允的土地，上帝一的确照伊的应允，照伊所讲的，是行伫因的中间，所以。咱看见着信心的眼光是安怎？我相信迦勒嘛是有看到遐人实在真悬大、真臃肿，但是伊有经过评估，伊评估毋是评估家己的限制尔，伊评估的顶面有加上上帝的应允，就是因为信心的眼光，所以伊决定要自行看上帝予伊的应允。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咱爱学习的一点。咱有时阵吼，咱被现实的状况所蒙蔽，看袂出上帝要予咱的应允。咱爱亲像迦勒相款，有另外一种心志，牵了伫上帝的应允，然后向前行来领受上帝予咱的应允。这是第一项咱爱学习的。第二项，咱看见着迦勒伊的生命有一个真重要的特质，就是伊只看重上帝。无看重家己，咱来理解，迦勒甲约书亚2个人，拢是受派出去12个领袖中间的之一。
特别伊甲约书亚相款，拢是真有信心的人。但是咱知摩西死了，上帝兴起啥物人？兴起约书亚，做以色列人的领袖。但是迦勒无任何怨言，完全顺服约书亚的领导。照你讲，过去摩西答应伊，上帝透过摩西有互伊应允，讲伊看到迄块地要互伊做产业嘛，伊无需要搁来找约书亚，对约书亚报告，要求约书亚差遣伊去承接迄个土地。但是伊用一个真谦卑的心来找约书亚，但约书亚报告讲过去咱拢有即款的经历。上帝一定应允这个土地要互阮，所以请你差派我去征战好的征战，来得到上帝的应允。所以伊真尊敬上帝所设立的罗卜，伊完全顺服上帝所设立的约书亚。所以咱理解，伊就是无争家己的个人的名利，甲顺服官兵的心志，这是伊另外一种甲别人无相款的。迦勒知影，伊是为着上帝来活，所以伊的心志是完全无共款。第三项，咱来学习的就是，我感觉这是上界宝贵的，就是迦勒有专一军队上帝的心志。迦勒伊安尼对约书亚讲，伊讲，伫40岁的时阵，40岁的时阵，伊听见着摩西对伊所讲的应允，经过45年，伊无改变心志，因为伊相信上帝的确有一天应允的实现伫伊的中间。检查伊85岁，看起来年纪真大，但是伊相信上帝予伊有勇壮的身体，有缘会当领受上帝气力去征战好的征战。这嘛是咱爱学习的，毋通因为咱的年纪有啥物款的改变，咱就无愿意服侍上帝。其实，伫咱双年教会中间，牧师嘛看到真侪互我感动的事，就是咱常常看到真侪双年团契的客友，伊愿伫教会中间参与服侍，特别是咱交代的时间，常常看到咱双年团契或者个同工咧服侍人，因对第一堂开始到第3堂，拢真侪人参与伫即个爱望的服侍工作。其实还佫有真侪所在毋知大家敢知影？咱伫7楼有一个图书室，知无？因为即摆人较无爱去看册的款，但是咱伫7楼服侍的同工，拢差不多拢是即个双年团契的老大人。伊其实因是咧对咱讲一个真水的见证。检查年纪较年长，但是咱犹原爱服侍，犹原爱荣耀上帝，这是咱这后辈上界好的一个典范。咱这大多数拢还未到85岁，对无？愿咱拢有家己的心志，让咱持守迄个信仰服侍主的即个心志，互咱服侍到咱无法度服侍的时。当然有一寡咱当职的，才有一寡年龄的限定，但是咱才会当找其他服侍的工作。咱伫美食所在来做服侍，咱当做招待同工，会当替牧师替咱的兄弟姊妹祈祷，这拢是咱拢会当服侍的即个代志。互咱服侍到咱袂当服侍为止。当然，咱中间有一寡已经超过85岁的兄弟，你毋通掠做讲好佳哉，我已经超过所以我不一定爱服侍，请大家爱注意约书亚服侍到110岁，摩西服侍到120岁，年纪中大，但是咱的心志袂当改变。愿咱每一个人的心志拢袂老。拢对头到尾拢相共，日日若亲像新的相款。即款的精神会带互咱教会真大的祝福。最后，牧师甲大家分享巴克勒牧师的故事。这是巴克勒牧师
咱看伊这时阵嘛，头毛已经白啊，吼，伊完咧服侍，吼。巴克勒牧师吼，对台湾的教会有真大的贡献。其中我感觉上界大的贡献，就是伊对白话字圣经的翻译工作。根据巴克勒牧师家己的记录，咱能看见到伊推动信徒读圣经的使命感。咱睇巴克勒牧师伊是真有使命感的，伊伫16岁的时阵就写一条献心文，然后伊讲伊来到台湾，伊对当来到台湾，一直到来台湾服侍50冬了，伊讲有3件代志，伊愿坚定信心，袂摇煞。伊感觉讲，这3件代志是伊所坚信的。第一件代志，伊感觉讲，若要有一个健全有活命的教会，安尼教会中间每一个信徒，无论查甫，无论查某，无论囡仔，无论大人，拢爱读圣经。伊感觉研读圣经是起造教会的一个基础，也是互教会会当有活命更新一个真要紧的代志。这是伊第一个坚信的代志。第二项代志，伊讲这个目标伫当时阵用汉字是达袂到的，因为当时阵的社会，台湾人受教育的人无真济，捌汉字的人真少，所以伊讲这个目标用汉字是无法度达到。第三项，爱使用罗马拼音的白话字，才当达到这个目标。所以伫迄个时阵，伊就做一个决定，伊一定爱将圣经对原文翻译做白话字的圣经，互当时阵的人，简单受几礼拜训练，会晓读白话字了，就会当读圣经。安尼才能起造一个有活命健全的教会。所以，伫1913年，伊迄个时阵已经64岁。咱普通即马65岁就要退休对无？伊伫1913年开始，伊就决心做新约圣经的翻译工作。咱看到即张，就是伊甲伊的同工咧翻译。其实大多数拢是伊一个人翻译的。咱若今仔去中央中学的历史资料馆，咱也会当看到伊咧翻译的桌啊，甲伊所翻译的第一版的圣经。伊迄阵已经64岁，伊经过3冬，就是1916年，伊翻译新约的完成，然后中搁休一段时间，伫1927年开始，伊开始翻译旧约的圣经，一直到1930年的年底12月30，伊将旧约圣经完全拢翻译做白话字，然后伊就打算要将这本圣经送去当时阵的上，因为迄阵台湾无迄个较大型的印刷机所以爱送去当时阵伫上海的商务印书馆来印这本圣经。1930年迄阵拄咧烧战的时阵，送去到上海的时阵，结果1932年爆发了上海事件，日本去轰炸这上海市，叫这个商务印书馆煞去用炸一个煞火烧，将这本第一版的圣经已经摆好的这印字版完全拢来烧毁，只剩校对一半的稿还阁伫个。这个时阵咱来理解1930年，巴克勒牧师已经80几岁啊。那我可能放弃啊，但是巴克勒牧师伊将遐个剩落来遐个稿件摕倒来台湾，佮加上伊过去一寡记录，经过半年的时间，佮将这个物件整理好，佮送去上海。伫1933年8月初4，伊亲笔伫这咱旧约的马列基书最后一章签伊的名的缩写Thomas Buckley 的 TV 写2字，然后边仔写 OK， 证明讲这版的已经完成。所以伫1933年的12月25圣诞节迄天，有20本印好的圣经对上海送到台南的所在。这个时阵，巴克勒牧师已经84岁。
咱知影巴克的牧师后来伫86岁时阵过身，伊对26岁来到台湾，伫86岁过身，住伫台湾60冬。伊伫16岁的时阵签落伊的献身文，坚持70冬的时间，将伊一生奉献予台湾这个土地，奉献予台湾的教会。我常常对大家讲，这就是咱第一代的宣教师的精神，就是因的心志。咱今仔日伫遮咧听因的故事的时阵，请大家爱注意。牧师常常讲，咱毋通做了尾仔囝，因为咱第一代的宣教师是用这款的精神咧服侍上帝，咧服侍众人。咱应该爱将这款的心志、这款的精神，来延续落去。安尼，这是咱台湾这个土地的一个大的祝福，也是咱今仔爱承接的责任。所以，愿咱对上帝话语顶面看到加力，伊一生精进；咱看到咱的宣教师一生服侍，这是咱爱传承的落去的精神的心志。愿咱每一个人的心志拢袂老，对头到尾拢同款，日日拢来更新，咱诚做后一代的祝福。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透过加力伊的性命来影响阮。恳求主，你互阮诚做一个甲别人心志无同款的人，就是愿意专心跟对你，用信心的眼光看见你的应允，无求家己的利益，只求荣耀上帝，也会当一世人跟对主来承受上帝应允阮的产业。恳求主你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继续，咱要过来吟圣诗215首，耶稣身躯替咱定死，准备圣餐。就是已经接受过圣灵洗礼，伊就是坚信的兄弟姊妹，三甲来甲主同坐倒，共受主的圣餐。
亲爱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主耶稣对囝仔归向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主耶稣讲：恁囝仔着无打当大，就来就近我，我要互恁安息。愿主耶稣基督的稳定，甲恁三甲伫地。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伫新约圣经中间，照保罗先生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又摕饼来祝谢，八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亲爱兄弟姊妹，当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又摕饼祝谢，虽然达成照伊的模样来感谢上帝，同心来祈祷。亲爱主，阮感谢你，因为你透过主耶稣基督。要带互阮大个稳定。阮现在照圣经耶稣基督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为着纪念你永远的祭祀。主啊，阮谦卑恳求你，找恳圣心来圣别阮，也圣别这摆咧伫你面前所享受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分伫主耶稣基督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主你稳定的帮赞，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互阮持续成长伫你的稳定中间，通荣耀你的圣名。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所以当咱摕着这个饼，咱伫心中祈祷感谢主，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牺牲，咱得到拯救的稳定。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主要所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伊若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就是新约，伫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所以咱摕到这个杯时，咱来感谢主，因为伊流出宝血，互咱的罪得到洗清去。
这个杯是新约，伫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三甲伫地，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因为对你极大的疼，阮甲你同齐道，领受圣餐。透过圣餐，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经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亲爱的主，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也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用阮的性命来荣光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时，咱要用感恩的心来奉献，也未添声留名卡的来宾，请填表后交互执事。起立，来感恩的祈祷。慈悲疼痛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享受阮所有的恩典、丰盛的生命甲生活。阮即马要甲阮你所享受的，要奉献互你，请你感纳阮安尼感恩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Oh
请一报告本周特别时间，本主日是总会所定双联时间纪念主日，请兄姐时常为着教会各项双联时间来关心代祷。具体关怀本会会友，但玉魂姊妹是9月14安歇主怀，定至10月13，就是这礼拜六上午10点半至3至双联安养中心礼拜堂要举行安歇主怀对视礼拜，请兄姐关心代祷。成联牧区时间是10月20要去金山来做净滩的活动，是下晡1点，楼骹集合，还未报名的，请赶紧甲干事报名。第四，中央敬老的聚餐，10月28，第3场礼拜后要伫丽苑会馆，请本会满65岁以上的会友踊跃参加，爱至9楼来报名登记。第6，新的年度的新任同工训练会甲时间协调会，是11月初3拜六9点半到12点半至9楼会议室要举行，请所有的团契示范新任的会长同工保留时间来参加。咱佫来看第6页装备委员会的报告，遮有水利自救班，有第2学期的奖学金的颁发的事项，佫有牛埔庄为10月18开始有新的课程，就是遐无人教我的这场文图培训时间，请大家来踊跃参加。其他的细节，请咱转去家己看。报告以上，这时要请蔡牧师来欢迎来宾。祝大家平安。这有一位对台南的贵宾郭雪珍小姐，雪珍是富强教会，欢迎其他有第一遍来甲咱做伙敬拜的兄弟无介绍着。牧师来补充报告，咱这个周末内底有真侪只个活动请大家爱注意特别是咱净滩的活动请大家当赶紧报名来参加这是牧师的补充报告，多谢。上演511首阿罗上帝至关至尊，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扶持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庙道谢恩，恭受差遣。